这土豆饼，甲几个饼，这个无声。啊，这礼拜特别嘉宾，就是加工我呢。Hello，加工声。我食零茶。我食零茶有聲曉很時แล้วก็英國中下面英國中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赤糖，赤糖咧？赤糖啲後面。赤糖來，一頭整起來，正啱甲我講，我未รู้歡迎。แล้วก็有火車咧，可能伊去樓頂啊，到對嚟。แล้ว你咪數去邊啊？現在你慢慢數去邊啊？買啦，見笑啊！見笑咩邊度看到啊？唔是叫你偷看冇人看啊！你冇得制我冇錢過啊！我知嘅，我叫你疼掉，你 caught 你 fish pie 你 cream pie 疼到你啊，姑姑可能碰拍。OK， แล้วว่ามือเนาะเรา是說咱講啦，咱เป็น人講有啲物件食咧是熱氣，有啲物件食冷。แล้ว你講話你唔知你家己有相信無相信？英國中咧應該是無相信啦，做到講啦。英國中你安怎 interpret 即個咱當人講食冷食熱安怎？我是家己想啊，我想啊真係簡單嘅啦，所以是你若是食上冷嘛嘅物件，係你是熱啊，了食較安怎清嘅物件。是較冷啦。OK， 特別好。桂子啊，你家己想啦，桂子有一隻巴水嘅。蝦米桂子是冷，蝦米桂子是熱？較巴水嘅桂子是較冷啦，แล้ว較無水嘅桂子是較熱。對嘛？你就食榴蓮嘛是較熱。就無巴水嘅桂子嘛。你是講無 juicy 啊，無食只水啊？你食蝦米食絲瓜，絲瓜食油啊，係是較有水嘅。勁咧，勁。OK， 絲瓜熱咧。荔枝咧，荔枝。係你是我知，係你是就食咗。特別荔枝咧，只汁喎。呀，特別。喂，應該點俾佢哋講八水唔嘅？八水啊，人講桂子八水是成個伊 ripen 咧，佢就八水咋，成個伊外啲食一個就八水，我特調講是自水。土加梅，佢了是食冷嘅嘛？土，但係你對梅佢哋阿家公應該會開曉。我冇咪曉，特別你知曉，你咱細漢個大漢曉，細漢咱個大漢起來嚇，咱聽關係啊，你阿甲本嚟再講有啲鬼子是食熱嘅是食冷嘅，係啦，就是啦，特別咱有影響到誒，成個安怎你再講寫荔枝是食熱嘅啊？我去你群學一聲，伊冊嘛，我有講免食這個是熱嘅物件。特別無啊，你無去當人學當。我唔知伊咧中國有當啊，伊個 medical school 有教this one very heaty 啊 ，this one very cooling。哎呦 ，OK， 那我找我了下 ，OK， 那我好你我 sample 好你。一項物件了，講你再講伊是冷嘅是熱嘅。OK。French fries。熱。係邊啊？地盤冷。番薯。哦，熱。你都知小啲嘅。番薯個 French fries 全部都像咩？特別你煮法冇像啦，係個 type of food。你是講未沙還是未煎？那是講沙嘅番薯咧？沙嘅番薯我想是 neutral。番薯有可能是冷嘅嗬。我嚇，有人講食時候食蝦米物件食愛紅色啊，就是冷。瓜，大嘅瓜。烤瓜食冷哦，烤瓜是食冷嘅，咁因為
掛個了是零嘅嘛，了背咧，背是 neutral 有無零無咗，心心，啉酒是咗誒，就是這，啉酒是咗，食chocolate是咗。chocolate 是這，對對。啊，是你看是搞是人嘛，物件嘛， happy chips 你話係做本啊？ chips 本是啊，咧是煎嘅番薯，大塊食了嘛是腦疼。啊哈哈對。我無聽，你知我真係愛食鹹嘅物件，我食規，你等等規包嘅chip 嗰啲就所謂食，龜甲壁咧，龜甲壁即係上隻叫5、6丁米多丁，龜甲壁也無聲。係啊，龜甲壁是米粉加淡薄，有三單入邊冇？有。三單單嘅味素。雞卵咯，雞卵是咗，雞卵是咗。看到只豬嘛，你食到我猜卵是咗。伊卵筋啊，伊卵筋就係伊你是講伊成個只 rich 嘅物件，就是做。有入邊嘛？誒，如果有可能，咱當人是看伊嘅 calorie 哦嚇，伊只 rich 嘅物件 calorie 較懸，但面是較弱咯。Because calorie 是弱啊。那是講對類，對係咩？安怎 liver 對咱嘅肝。啊，肝是弱物件，肝有真啊濟肥，有真啊濟油，有真啊濟按怎講 protein 啊 ，protein 我見過啥物？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egg white 女精啊，no 女白。龜甲壁被抓，唔是 because it is rich， 龜甲壁抓 because 伊補嘅時候。啊，有女入邊。如果是伊補，你家去吹下就是零啊。冇啊，你係生度咧，係生度。係成都是抓啊。你係物件係生度變咗抓去，只係我甲你講，你食茶啦，嚇。你食 anything 有 ice 就是抓啊。哈 ！Oh my god！安尼 counterintuitive，你講你 IC 是抓誒。你下面嘅本是零嘅物件。好。我知，特別你係成都食到生嘅就是抓。即到生變咗抓去人個中。嚇？你 confuse 裏面。即個赤糖走去倒落去赤糖我唔會。赤蛋之冰啦，你講嘅嘢聽就รู้我未看到伊。哦，我未看到伊話哈，來，你隻教伊，你夾教伊嚟。老妹啊！你夾教伊嚟啊！係啦，你唔block 佢。你講愛食咩？你食蝦米物件？會是你感覺 OK？咱當然是正無你較貴嘛。咱食咧土豆粿啊，土豆粿配貴芒桔啊，佢夾白。頭擺食蝦餅，食上隻咱就腦有疼啦。你講嘅係邊是咩？是 global 是抓物件，因為伊用油煎咧。對。deep fry 嘅本是抓啦。所以咱成日食咖喱煲啊、煎嗰啲薄餅子，係本是抓咯。抓去啊！抓，嗰啲煎嘅物件就是抓了。了，安怎咱個會食抓嘅物件咧？嗬，加counter 度對嘅抓，係零度對，就零點。你食抓誒零點啦。抓係零點是零。食桂子。食榴蓮咯，食榴蓮。冇榴蓮抓。食青菜。菜啊，佢有菜是零嘅。零咯。有蝦米物件菜是抓嘅？加有菜是零物件。狂亂咗豬，狂亂咗豬。蝦米物件？蝦米菜是特別零嘅？菜豆有嘅是抓嘅，人講。呀。臭豆是抓嘛？哦。薄不帶是抓。如那是要食可以，你就食。我就是講你無相信我好啊，你聽人講啊，身邊人講啊。你聽，我有嚟物件，你成生曉上百當金啊！我是食掉啊，我是話說，哎呦，這抓，我唔知做乜去想掉，你看你等，過一個糊，你特別搬咧啊，糊加了青菜啊。
哈，有的鱼是食了热的，有的鱼食了冷的。哦，对呀，人哋这是我媽講我聽。哈，看鵝槍咧，鵝槍，刺膠魚熱也熱嚇，了查某成驚嘅時啊，因為西豆腐。冇去食誒，冇去食啊。誒，我有聽到啦，有人講嘅魚，有啲魚啊，係真毒啊，什麼意思呢？哦，伊人講成個是你成個有 open wound 嘅是你食。開刀了，成件都袂使食。啊，因為你嘅身軀就要用家己用伊嘅力，做好你好事咯。你若是用你家己嘅力好事，你就無力來通消即個款嘅即種嘅熱嘅毒嘅物件咯。個熱個毒是講嘅款嘅嘛？特別我家己食我魚啊，較有濟油嘅魚是熱嘅魚較濟。salmon 你看 salmon 啊、mackerel 啊、herring，咁了佢哋是較有油嘅魚啊。咱每到對正食嘅等人啊。我每對正食的人未會食嘛。還沒是這些的人。就是講會曉分隻冷甲隻熱咯。哦，哎，你會曉？我不會曉。OK，咱講無咪曉，本咱夾夾聽老人講嚟知係咪 OK 哈，來。但嘛，我忘記講掉咯。啊，蝦米物件是熱，蝦米物件是冷。啊，英國中講，若是伊食冷麥嘅物件，就是熱。OK，我是講兩樣嘢。嚇，兩項物件嚇。OK，VSOP 是 dry，whisky 是冷嘅。Oh my god！聽到英國中 ，whisky 是冷茶嚟。I mean whisky 是冷嘅。whisky 加冷。哦 ，whisky 冷。啊，你個另外隻係 brandy 啊 ？VSOP brandy 加 dry。阿摩冷茶，阿摩冷茶唔是蜜酒啊？ No，冇相。啊，蜜酒是冷咯，蜜酒唔是冷啊？蜜酒看，冷對了冷，蜜酒加絲瓜香。蜜酒係咩意思？加絲瓜香是冷咯，絲瓜唔是冷。你咪即係加工嚟呀？加工啊，絲瓜無香嘅啊，佢就看你鬼鳥演嘅是尖啊。絲瓜反正就。Oh my god！ 聽 ，Oh my god！ 你個條路聽到。絲瓜啊！伊唔是特啲唔是深深啊！絲瓜是伊 amplify 你身軀，若是你身軀熱，你食絲瓜就更加熱。冇啦，咁樣會掛是冷嘅物件啦。成個亞洲。冇唔對。嚇，聽到？加工對。也是熱。亞水是冷，亞水冷。也白啊，真一隻油嘅嘛。No，亞水冷，亞白咗。啊，亞水冷，亞白咗。但係我咪每次係等人咯，應該掉。嗰隻係物件呢？冇嘢。冇嘢。反而好是多，貴係多。你毒是唔是有 mercury 嘅數？我同你講啊，水緊。我同你講，我最緊。相信係你毒冇毒嘅。啊，嚟，咱嚟講有毒啊！即係唔知講人講毒。後面嚟。毒氣啦。毒啊！嚇。伊人嗰啲汴魚嘅魚，咁了對them即個毒未食，未使食。特別係你魚就是魚嘛，魚嘛是大海嚟嘅，即係毒位無毒位毒，無理由嘅，即係是我無相信。哦，你冇相信。我無相信，因為 because 嗰啲汴魚魚，咁了伊講毒，咁冇汴魚毒，講啲咁望著貴啊，伊個佢講毒話，佢講啊。加工。你捌聽過？差唔多成啊！你講汴魚湖啊嚇，金棒毒，維維無毒。對。上湖嚟咯。上湖嘛，嗬。特別金棒加毒，特別維維無毒。毒是，咱講 clarify 就係毒嘅意思是講成個你有開刀下面嘅事，你食誒未好，係伊。對。
對，無相信我講你聽係咪？我冇相信。我同你講，係咪？行湖誒，行湖。我行湖多。有啊，讀，伊唔會讀嘛，伊唔會第四路唔是，伊唔會。同你講係咪？咁樣細。行下湖唔係，伊行下湖嘅唔會唔是有讀呀。The other fish cake in the oven. 冇，你是講食吧？食吧？Yeah, the meat's over 嘢 there. 吧，你在行湖啊，叫姑。嚇 ？Hello。叫姑病。講佢一擺你真對去。哦，叫姑病，你知係咪意思？我聽到你講有古病呢。冇。Yeah, the, 叫姑病。劍湖病啊。And my drink? what are you drinking? 唔是，叫姑病。No, don't do that. No, don't do that. 咁咪啱喎，咁咪啱。唔是，我係交啦。我想叫咩啱 ？Don't do that。你搞笑你把玩了。這個啊 ，catch no ball 啊。我係啱咁樣去 shopping 咗，一堆人了係啲托，因為交嘅超嘢 bag。你啱唔是食麥當勞咩？大媽？食唔食麥當勞是？你做哪家公司直直對啊嚇？等陣。你寫對就對。特別人講食行湖多，甲望湖多，特別維維無多，誒維維甲行湖差唔多像嘅，差唔多啦，像嘅，特別人講多無多唔知啦，就是講咱嚟講河嘛。你看嘅人。特別絲瓜而家反正嘅絲瓜。絲瓜反正什麼意思講？就是講你人抓，你食絲瓜咧，你抓。反正什麼？按照什麼字來？反正啊，講啊。反正啊，直。反正啊，正會正啊。哦，反呢？反咪是。反咪是反對黨嘅反咯。反咯嚇。哦。反正啊。正是什麼？政治正啊？政治正啦，人講反正啦。反正哦。特別是講伊個反啊，伊是拎嘅物件變抓唔件變拎。就是你是講你身體拎你食絲瓜，伊拎咯，流晒咯，嗱是講你人抓，你食了你發燒咯。哦，伊成個是伊變做伊 amplify 你。伊對調你身軀，伊對調你身體。嚇，這個 shot 就水，這 shot composition 嘅水個看到咗兩人。你看，這英國中加迄個車堂對拍拖即隻。拍拖緊咯啦！迄啲拍拖嗱，個啉零茶咧，車堂。whisky 嚇 whisky 啉零茶。上加白酒加紅酒嘅呢咯。白酒是哦，紅酒是點就是抓啦，紅酒。白酒咧？白酒零。我你看了的酒是抓呀。係啦，一做到酒你咩抓嘛？冇可能啊！英國中咧是人講嘅，伊條你甲我係像嘅，伊條你是我人是阿格安尼看感覺掉。金蕉咧，金蕉零係抓零係點嘅？抓。只烘啊，只烘咪是零咯。冇，你冇可能講像嘅。佢係烘咗啊？係紅咗哦啊！哦，誒，頭媽，紅咗啊！等陣我俾妹抓烘就是去你想你 desert 嘅時就是伊烘就抓啊。你啊，應該點我俾妹你頭媽你補你物件，你壺啊，你補嘅時你嘅夾啊，按照你係多冰嘅，你補嘅時按照你卡響起來。係咪卡？你補嘅夾啊，你 tray 啊，你 rack 啊。哇！你把酒咧，就是叫你用你 iPad 好啊，你 iPad high definition。有咯，佢講。按照叫伊嘅鐵嘅。夾啊。伊嘅夾啊是唔是係咧鐵
鐵班，伊是唔對誒，所以未入去內面咧，所以上大，伊個卡未入內面，所以我哦，明白。係，哦喲，未，你係目睭安尼金啊，你看到安尼，我會使買隻物件。你發得呀？我真係同我隻米家對嚟啊！你冇食咩係嘛？冇啦，你個頭嘅走啦對啊！哦，你冇食隻嘅米啊！今日冇好誒，你頭嘅食物件時冇叫你。冇啦，伊冇食啦，伊冇食，我你個走啊！我頭晚你冇看到我食，頭晚我食包骨第一個。你頭晚唔是食你，頭晚講咩啊？我食包骨第八條啊！我食包骨第。唔是食巴乾，你糊嘅巴乾。啊，我糊嘅巴乾是 snack 嘅啦，我食不到藥，直接頭晚走去食包骨第幾碗了，參半個。哇！你等下講到對伊嘅啊，哦，你嘅鐵盤上細啦，下邊落一卡，誒，所以你特別多學邊個來個接？講嘅啊，like a rack shelf no it's a rack or shelf 鐵你鐵嘅上大，鐵嘅啊上大，下邊接鐵鐵盤，係你鐵啊，嚇，到咱舊嘅厝搬來這邊嘢來嘅嚇，哦，你睇有一個較闊嘅鐵盤。啊，明白。較闊嘅鐵盤，伊個卡會入去內面，即個伊未入去內面，所以我到邊伊互伊安尼擺伊個物啦。明白。跟他細條你講條你食，夠解。好啦，算得很啦。OK，你講到對食咯，食零當今咧，你人食阿冇食嘅物件啦，係咪物件是零嘅，係咪物件是抓嘅，食冇食？伊就無好但係我只是抓嘅。但係阿冇食本是抓。係啊。阿咪唔零嘅。你又食咗食係嘅。salad 咯 salad。但係你講個一項物件是要整換證嘅啊，換證嘅時候。絲瓜加咩啊？絲瓜個大媽咪嗰一項。榴蓮啊？應該是冇啦，榴蓮做啦。絲瓜加咩？絲瓜嘅大媽攏講一項嘛。絲瓜是加something上嘅酒係。哦，beer 你講 beer。beer 哈 beer。那是 balance 啊。榴蓮是 mango 精零啦，你食榴蓮咧，唔是配？我冇聽過嘅。芒吉啦。芒吉哈，食芒吉，誒是咪是 counter 喲？我冇聽過。你會食攞血榴蓮？你人冇聽過。你唔係聽過咩？講食芒吉嘅零。Oh, it's very 成個雲南名 monkeys。芒吉真係歹吹佢啦。我見食哦，我頂住對有參照啊。有啦，就派吹有。你是講到英國派吹啊？冇啲馬來西亞冇啲吹芒吉未。有啦。你看榴蓮檔時，誒特別。芒吉跟諾娜派吹，諾娜只一派吹。諾娜個少芒吉。諾娜係你吹掉不可以無得掉好食。正話嘛講，一大粒仔喲，特別無好食。一攝。頂到我食細漢食嘅時，一細粒呢，咱個去摘嗬，特別啊，伊只甜嘅咋。我嘛講當今你食，伊無傻誒。特別食芒吉啊，你免過掉伊個零。伊個卡有一個紅嘅色啊，就係未起啊喂。誒，係你啊，人家嚟食嘅咋，食係散嘅。無，迄個是講芒吉，諾娜無像，紅嘅咧是芒吉。啊對。我講芒吉啊。啊那，伊講諾娜無像，諾娜無咧食啊，諾娜未甜是比較屬於，但是樣無夠，伊食歹款嘅，伊加咧。無夠把水啊。無，伊無夠食嘅，都去拔伊咧。伊就未拔水啊。伊未食啊，嗰啲伊未食嘅，佢食嚟嗰啲濕濕嘅。就是我人是得。咱個佢知嗬，咱是看伊把水啊，咱個板啊。伊加咩上咗啊？巴吉菇啊？哈，巴吉菇。啊，巴吉菇乜上？伊是絲零嘅啊。伊無食啊，你見板嘢啊？濕。伊接來個咧，你未食啊？你接來濕濕。係咪你講你板一粒咧，串你幾張嘅咧未食去啊？啊，伊炒款嘅。哦，伊八粒你無板嘢本是未食去。
邊個伊未識哦，伊未八水啊伊未識哦，mango 叫八水啦，mango 啊，蒜啊叫八水啦。哦，即係無水八水啊？伊未識咯，伊成日炒款咯，伊班嘢啊，伊成日未識㗎啦。係你班落嚟了，已經班掉嘅未識，還是八張無當掉嘅未識？接落嚟。個人你看你啊，你炒款嘅張。cock good，我只顧啊，我只顧抓啦，I think，一啲。抓哈，我不過我只顧個做啊，一啲嘅物件咧都較抓，I think。冇啊，honey 唔是啲 honey 就拎啊，honey 拎啊，honey。honeydew 伊講 honeydew。哦，對。antelope 啦。honeydew 咧，因為伊是瓜。伊是瓜，甲了我都講唔聽，甲了瓜是。特別讀啦，絲瓜是番對當，啊唔是番正。絲瓜番正，絲瓜加蜜椒番正。蜜椒咯，你咪是食榴蓮咧，食蜜椒係絲咯，就是講一攞一邊就抓，佢就抓呀。好啦，人做咧都食味椒會使，較濟人咁樣都夾，食應該。啊。lalu mai ling lah mai sentuh lah leh tamu yam cek lah lui ling jadi lang jual lah lang tamu yam 嗱，你看一卡位，看到一卡跳起來，我買過，你買過，嗱，誒，你第三地係咩嚟？第三地上嘅嗬？第三地，咩啊？上啦，咱煮三地啊，四地啊。食我要食地啊！伊講未食咯。我頭晚嘅食福建麵有人看嘅。一碟半。嘅燒白。燒白好料。你上面 sauce 喺度放，伊個 cream sauce，哦，tartar sauce。tartar sauce。啊。tartar sauce，你嚟大家英國點落股？我 last Friday 我拜過 last Friday 嚟咗大家拜山咯。哦。我咧 brother 叫福建我計準嘅，福建人邊啲人嘅？即刻啊，邊啲人啦？福建人啦。特別佢邊啲福建話成成嘅。伊到底特別。誒，人啦，食少啊，回家。嗰種都邊啲哦？冇啦，伊是咁樣半啦，人。咁就冇啦。冇啦，伊下掉lembab pemain咪講。lembab pemain。啊，我頭晚冇聽到，頭晚你冇看到，即刻伊咪做赤糖。哦，赤糖啊！赤糖是色茶。哦。伊平常伊到啲咧南非洲嘅嘢，特別下邊無水嘅走嚟個釣用一萬。你在南非無水嘛？當今。有金啊，有金。因無水啊，所以走嚟整。對，要不然少啫。係不然少啫，數掉伊不然少本是 dry，啦數嘅啦要水去。英國當到英國當到最，倫敦啊！你到到Oxford 啊？你到攞未記啊？冇，這裡是 Oxford。你大灣利物浦？冇。冇你記 Oxford 定當啦，他才是 Oxford 一隻 set 嚟咧，geometry 嘅 set。我就講 campus set 啊。啊 ，campus set 嚟啊，係大你看你 campus set 到到攞就是到到攞咯。我 BTC。我是卡西邊嘅倫敦。西邊嘅倫敦。哦，較細嘅倫敦。你冇話利物浦啦？你50開車嚟吹路去個大個路啊！係咯。冇要緊了，話利物浦一句。以為看 football 啦？以為看 football 冇啦，利物浦真係快遠啊！利物浦是頂面啊，較南。遠咯。北方啊，北方啊。啊，北方。我係啊！你冇去過利物浦？冇。哦，開車呢？跟住我不算不去啦。哦，你冇去關地啊？關地，點解變咧福建有一個人聽講叫做關地嘛？因為是做利物浦。那你剛才講話啦，關地。關地是路係咩？冇啦，另外一個我俾去時講關地。係啦。我看，即係知唔知關地係咩意思？赤糖就利物浦是關地啊！你知咱關嗎？關嘛是利物浦係甜咯，最甜嘅甜咯。會講中啊，關地。
这个就我你去掛機啦，你咪去了本來會較似是錯人嘅了啦。你要去看 football 啦？我就是要決定嘅。個較慘，咁樣嘢看踢球嘅人啊，咁樣是錯人嘅了。你特別去 Oxford 嘅除掉你個 culture 嘅人。我唔係啦。你咁夠看水等人嘅，我講有聽。哦，不要緊啊！一看起來像傻番呢嘛，看而且一頭毛呢等。Mexican。你淡薄想你使淡薄Native American 你看啊，你啊？我唔知我每一晚就。每你嘛？你冇去做你 DNA test 看有American Native American。我默緊我。我想要去吹啊！我想要去 test 看我血看我血是弱還是零嘅。我被講嘅是我看我聽到是有蝦米有是個了長線整咧，還是有差唔多。Up to you. You want it? Yeah, I'll share. Okay. 係咪㗎？佢去煮乜嘢？你個煮個地湖邊。哦，未煮第四地，但我講未煮個賣。加工玩啲得咯。加工我係加工巴嚟咯。popcorn 係咪啊？一袋 popcorn。popcorn 拎人做 popcorn。抓。popcorn 做。加工嘅 feel 都開始有鬼走出來啦。Children of the Corn 啊。加工啊，加工是我得咯啊。我未知加工是我得咯，咪咯。英國嘛啲加工。順便講快啦。慢。我得咯。聽唔到加工我你加工咩事？嗰邊做解釋啊。South of here? No. Birmingham 呢？嘅我是Birmingham 啊。我是 Birmingham。我 Birmingham 你要嚟吹下，講每個人英國人，你是必須差唔多要嚟下。冇啊，冇你嘛，那去嗰邊，去利物浦是看到很大嘛。係啦，最大就只大。頂到時我是險去最大樣做嘅。講啊，只係點樣特別冇去啲。你第四期利物浦。冇啦，我少女掉啦，冇女個我都。當佢咪已經發過啦喂。馬路啊，莫整啊嚇，莫拎關咁多。那你寫字咩？係咩嘅？Dirty Sanchez，你在上面。哦，是啊，我知 Dirty Sanchez，我超。你做住你 Dirty Sanchez。哪呢？冇 QQ 嘅。哪個？無咱去到普羅而家就嗰啲。咱普羅不是講 OK 講只零爪。你怪意。安怎？我你成日講，假如安怎會知講佢物件是零，佢物件做？你會假人講這topic嘅，係咪人無嚟過嘅？人講這topic。我講嘅，我未知，因為我唔知佢物件是做零，佢物件叫做。我知意思係咪成日講你係發燒啊，是哪後天就叫做咯？開車，我告訴啊，我捌講過啊。我啲去檳城嘅時，我住啲檳城 club 有一隻阿毛啊，知啦。然後我啲燒水嘅時啊，我看到一個老阿毛人，伊行喺伊個燒水田嘅邊啊，擺卡咯，擺卡。所以我講，因為佢係擺卡，伊講我叫做 stroke。我講安怎叫做 stroke？伊講我講你一個故事。我甲佢一個阿毛人真正愛食榴蓮嘅，所以一個妹啊，伊人買無食暗對啦，可能買榴蓮啊，買個6粒還是5粒啦，然後伊人坐落啊，直接食榴蓮，食榴蓮去蝦米你知無？Johnny Walker，Johnny Walker 是 whisky 嘅。所以如果 whisky 是冷嘅物件啊。冇啊！伊人啉 whisky 啊，下嚟咩啊？現下嚟咩？伊就 stroke 去啊！對，英國中一隻榴蓮加一粒，一隻 Johnny Walker 就 stroke。對哦，因為講隻榴蓮，一隻啉嘅手臂咧，伊是。講隻 whisky 咪是冷，隻榴蓮是抓。No，伊都是隻 whisky，伊個會踢，伊個換掉個，伊就 stroke 呢。因為隻 VSOP 伊啉 Cotton Blue 嗰啲，伊死啊。
我解。咪驚我頭先冇聽，你講有嚟酒是冷嘅嚇。伊是講是法律種嘅酒啊，佢抓嘅啊，伊就死了啦。對，就講你隻鵝狗就抓，鵝狗嚟講抓，แล้ว你就落，แล้ว你從 VSOP 嚟講，call 個抓嚇，一抓嚟講一抓，一死，而死被當人一死嘅，maybe 一啉 JD 嚟講 whisky 嘅零一無死來就 slope 啦。แล้ว你食酒嘅แล้ว有你拎有你做乜啊？而且你食酒嗰種普通是 brandy or whisky 嚟嘛？brandy 嘅 whisky，我未曉分係咪是 brandy 係咪是 whisky 喎 ？brandy 咪 VSOP 咯。VSOP XO 啊 XO 啊 XO Hennessy Martell Otak 嗰隻是 brandy 咯 whisky 是Macallan Black Label Jack Daniel 依是係咪依 brandy 是係咪物件做嘅 brandy 是葡萄啊葡萄做嘅 brandy 是葡萄嚟啊所以你而家你係 wine， 你嗰隻 still 嗰隻豆 fortify 嘅咯。哦，我唔知。呀，葡萄嘅酒。你個 red wine 還是 white wine？red wine 啦，就 red wine 啦。我唔知講brandy 是 before。你嗰隻豆可以加隻嘢 alcohol 咯。brandy 嘅做啊，老實講，即係 brandy 加身體做。brandy 有蝦米有蝦米伊個 taste 伊個味素加紅酒嘅味素無相啊？無相。伊較結呀。較結。但係你咪是 whisky 還是 brandy？係咪啊？哇！冇，但係即個赤糖裡面是 whisky 嚇。你 whisky 是係咪 base whisky？whisky 是 barley 咯 ，Scotch。你做咩較講？你大啲美國嘅啊。講 whisky 伊人全部是 bourbon 是 rye。即係我無像。你若是你嘅美國人無叫 whisky， 你若是講 whisky 即話 whisky， 伊人是講 bourbon。你啲美國你就咪講 Scotch。Scotch 就是 whisky。這類是 Scotch 嚟。bourbon 是怎樣？bourbon 我啉過了去了。bourbon 是美國嘅酒啊。伊人叫 whisky 咯。你大啲美國安怎都唔知？我冇啉酒嘅時候，我唔知。bourbon 是 whisky 啊。我發得去美國嘅頭先嘅當時，伊叫叫 whisky， 伊人可以 bourbon 嘛，所以你伊想講，有安尼啲嘢是係咪來？伊冇講，所以伊個美國人特別解釋佢講，你特別叫 Scotch，伊個係關係係你講嘅 whisky， แล้ว bourbon Scotland 嚟嘅。Scotch 是 bourbon 嚟，Scotland 嚟brandy whisky。So bourbon 是無類白配上巴嘅人家有嘅啦。bourbon 是較便宜嘅，便宜酒是大嚟啊。較錯。大好嘅大隻好裡面啊，無相嘅。真係大零嘅是酒啊？零。大零嘅你是酒嘅，伊是野酒嘅是啊。你未動物啲亂插咩？真紅嘅啊。OK，咱再講，咱再講有啲物件是酒，有啲物件是零啊。咱咪講迄酒嘅物件食咧安怎，零嘅物件食安怎？零只係紅嘅。紅嘅 means 你放屁啊？骨聽，食了骨聽。這個骨頭，即講解釋嘅。你 join 酸啊，你是叫做酸，係紅啊。紅咧，但是就講
one of the thing. Tapi lu bisa講呢喎，because there's such a thing as 抓烘，你知有？嚇，對，台灣 desert 嘅事你講，抓烘，你抓，真抓烘是咩啊？你抓你吹烘湯咪是抓烘咯，冇佢係講咪咗。唔是，咪你邊嘅烘就是抓烘啦。有嘅物件，抓烘是咩片？有嘅物件呢，都是唔是另一個烘嚟就，有嘅物件抓特別烘本嚟就。For instance 啊，你講，即係講啊，你家姐你英國佬官講話，我未明白，你介紹去聽下，我明白哦。抓烘是咩？有嘅物件是烘，tapi ni is 抓嘅底，你知有，所以你拔，你啊，我都你掃嚇，你無聲，你掃，甲你有聲淡嘅，我哋人講，哦，咁樣掃就是零，唔是會掃是抓嘅，紅掃，你紅掃是零嘅嚇，紅掃是零嘅，烘掃係咩事？紅掃是零嘅咯，紅掃的 means 有烘。你烘了，你掃咧，你會攤出來白白配，無唔是，你攤出來白嘅配。你會攤那是，你就是要，你佢地出來就是抓掃。誒唔是，那是你攤有膠咧，就是抓掃。你攤那是白嘅配嘅，就是零掃，哦烘掃。我當基本做烘掃咁啊，你做咁啊，你拖出來氹啊斜斜。抓感個靈感嘅啊，抓感就是講點啊紅，講嘅抓啦嗰種啊。嚇。唔係對話啦，膠料嘅感就是抓嘅，無零嘅。我嘅 confuse，我成個我講一隻 episode，我係明白係咪是抓，咪是零嘅，特別我更加 confuse。係咪數？我講啊是抓，但是講咱嘅身軀無抓啦，無抓。那咪死咗咯。冇唔是抓，有時你梅就嚟燉冷嘅綠罐咩？你咪梅諗住餅就冇。嚇，這邊你嚟梅燉冷先生。鄧冷先生啊，讓鄧冷先生請我或者起來教我下邊物件是零，係咪是抓？了是唔是人嘅伊個 philosophy 是唔是講你想法就是講你特別平均，你特別平抓平零了，你個未成個發燒是條咁咯。balance 咯，陰陽 balance 啦。所以成日特晚我食飯甲配迄個白骨蛋咧，我meal是抓是零嘅。抓。冇啊，攞餅咪抓咯。要炸嘅時候係抓啦。抓，你白骨蛋就是抓了嘛？做咩事咧？白骨蛋。藥仔嘛，藥仔。伊個藥仔就是抓嘅藥仔嚟。了，伊白骨咧，白骨冇得掉啊。我爸不過，你講你食藥仔，你身體若想 OK normal，你係接受，你受到伊藥仔咯，冇事咯。但是講你人抓嚟講，藥仔落去時，你身體嘛更加抓咯，安尼款咯。咧，我有人聽過啦，食小寶啊，食小寶。拎龜頭啦，你講食小寶唔好，你拎龜頭嘛，人講講話講可以不受補啊。就是講身體拎啊，你食落補，我燒袂掉。伊未吸收到伊嘅營養啊。哦。龜頭抓咪燒袂掉，龜頭抓本燒袂掉。啊，主要因未啊，掉伊龜頭了，因勤講。了，你會當人先生安怎會知你抓是另一幫的咯？看你知。看你知。拍唄，看你照。係咪 next time 嘅唄啊？冇，無你幫就有去配哦。哦，個配啊，幫就。無你幫就是有配哦。無啊。無所以幫曬有對過哦。啊！哎呦，未記過。無有當時伊淡薄清，淡薄清。無你最近幫就，最近幫就無配啦。我只少幫就配喎。無你最近無啦啊。你幫曬有對過哦。幫曬對過上面細條。啊，對，我。特別我最近嘅曬淡薄那麼暖喎。濕抓。啊，濕抓。伊想一部激咗一碗，你成個散呢。散流水啊。嚇，你是濕抓咯。你冇問題，過3個月。對過就未啦，對過。
对对你袂3個月。對過時啊，看了半個月นั่นเนี่ย你等人試下，你個好笑，等人試下一間。冇啦，你嚇放低住轉，你攝咗，你哋有講我哋攝咗。嚇，我捌聽人講呢，往時你避咗你使，使樣啲隻物件咪講使啊。你講你龜，我係龜嚇，那是青草都是攝咗啊。我唔知，北嚟做。北嚟做咯，北嚟做唔是，我北嚟做唔是攝咗啊，冇上嘅。啊，攝咗啦，會使講啦。攝咗就是擔嘅咗咯。你做龜冇咩好食啦。做龜冇咩好食。啉得濟水嚇？我水啉得濟喎。啉得濟咩？我睇睇知你們呢大拗嗬，10幾20拗喎。哎呦！加工人做咧，聲出來成個高呢。誒，這個 episode 梗係無聊，梗係落人講了，我未曉。這個人做啊，物件，咱若是把只有興趣，起來甲人講啊，蝦米物件食啊做，蝦米物件食啊冷嘅。你大邊都家己有滾冷地隻？無。EV？無。緊到咩？緊到未使。EB 唔是干那冷嘅，EB 烘嘅。冇，EB 係滾，EB 是巴黎啊。啊，巴黎嘅名就冷。滾隻啊，嘅名。嘅名就老烘，呢對。依家冷啦，隻冷咯。EB 大波係使隻字，就冇俾使隻字。哦。哦。做咩事咧？準備緊啦。EB 就冇隻了，會來白帶。你滾係個抄。啊，我這邊冇喎，我唔知去到去吹。係個抄，隻冷特別就是冷咗。我是個啉哦，我是個啉係個抄。啊，你係鵝藤。啊，鵝藤冷嘅咗。啊。鵝藤濕冇冷啦。濕咩啊？我哋講濕，應該聽但我哋講係咪咪叫濕咩啊？你濕咩？哦，還珠。冇，你識灌還珠藤。還珠冷啊？冇，你還珠藤。啊。你係薑。薑就咗。薑咧係紅珠。薑是冷。薑是咗啦。冷你頭啦，嗰啲枯烘啦，嗰冷。咁啲薑唔是咗咩？我想人成薑是人係冇有隻薑。枯烘就枯烘。所以你還珠藤你灌還珠你係薑。你係就冇紅珠要咗。特別我未啦，但媽媽未研究點講還珠是冷嘅是咗係物件？還珠只啊冷嘅是咗？好，人講還珠是看你煮完做飯，你煎是咗，你殺是冷。對，我知啊。那是你還珠嘅嚟煎都是咗誒。勁椒煎咗。哦，勁椒子咗啊。勁椒煎嘛咗。地龜，但係咱未記講生咧，是未記講地龜煎嘛咗。地龜吹咗啊！地龜會做啊，我看。地龜做啊，藤嘛。藤哈，你是唔是看伊 calorie 借唔借？涼飯冷啦，涼飯。Actually， 還珠啊是做是冷 ，because 我係記人講就冷嘛，還珠你只手借嚟同。Because anything 人講有甜嘅，有增加一 grow 啊。酸甜嘅物件。酸嘅嚇，伊都是冷嘅物件嚟。哦，你pumpkin咪冷咯。pumpkin 我唔知喎。pumpkin 就清啊，你使講冷啦，就變就清咯。還珠啦，我是個只講只你人叫咩水魚啊？都叫啊。啊，B 啊。只冷清咗咯。แล้วสิกาจัวจ้ะสิกาจัว要在這個做係知咩？สิกาจัวจะ清咯，จะ清。唔是抓，冇，這個抓。冇，สิกาจัวจะ清會甲鼻香嘅清。你在這個你在海寧海邊？嚇，就冷啊。啊，消毒，這能清會。特別你消毒不得就是冷還是做係好？一清你在圍人啊，見啦，人寫物件，寫
42歲。哦，哈，在比水上面，你只係令係俾清灰垃圾嘛？哦，啊，你只清灰比唔是香，只清只清，啊，人家只清嘅，即好嘅，特別別點食啦，有人叫我香啦，咱別食小隻。啊，香，你食上桌嘛，袂使食上拎嘛，袂使。啊，對，你小拎啊，你人對，袂等人先生係 balance 嘛。對，對，即係講對。你若是講只零了小零了，你誒 symptom 係咩？今日有食過冇？老細，係講上面。老細，老細啊，老細唔是攝咗一個樓嘅啊？冇，生之樽，寫地層啊，做啦，成啲層。啊，寫地層是做，特別啊，咱做咁啊，老細啊，咩老嘅就？冇上嘅老咧，冇上。對，特別。伊愛使愛。啊，對。伊攝咗係愛嚇。對，你看一放出來一條條呀。What？你使啊？對，sorry，攞你啲咧，條，sorry。一條一個鐘嘅半。有啲超。講法你啦，人接唔接？OK，咱咪講細個，咱看一個當隻啦，咱個講細，咱我對你幫跑。特對 rewind 攞呢塊啊！媽媽人幫跑嘅時，你叫做咩？誒，我講你，我咪講，so 你人領了你老細。冇啦，咱講講有蝦米 recipe 講啊，人做是冇，咱係哦，人做是食蝦米？蝦米是咱人做是，特別我特別知，但係我唔會攞人領蝦米，我梗係知，因為我唔知幾時個特別食做嘅物件，還是領嘅物件，我唔知喂。你那是領啊，你會知白嘅，你知喲？我知有白的嘅。嗯。啊，我知。水。我識煮啦。誒，第一次證明。攞講先。啊。證明啦，一啲。特別就係講白。硬啦。Can't really tell because the color is altered by the. Oh shit. OK。我其實我未見過，我當然啲 broadcast 時候，我是啲覺得成日驚啦，佢話我係驚死。OK，so 我當然未要求就是未講，咱就未講話再講安怎嘅 symptom， 我其實再講我是當然我淡薄做了，啊是淡薄個無靈啊，你我梗係曉去食靈茶，是去食阿咧做茶嘛。點去辦就嘛靈哦。我啉掉去辦就是因為我特別啉20歐呢數。水是無靈嘅啦，水袂靈嘅，干那白水袂靈嘅。特別你冇可能嘛，你啉水就是就要幫助嘅嘛。對啦，冇人講點去幫助。冇你是。actually 我未有講阿做靈特別，咱同人同你講中國人啊，靈叫做藍，就講水就水，對藍。哦，藍。水就水。水就是講藍嘅意思。啊。所以意思叫做靈。所以你要食蝦米物件，補。哦，雞精。買啊，雞精是 one of 一個啦。啊，你雞精咯，就頭先佢講，你使夾薑係紅棗。啊。你使係白鬼，你煮喺物件係同埋勁龍眼嘛。勁，頭先人講龍眼唔是龍眼嘛，是勁過吧。勁過吧，你咪佢食了補就對咯，冇呢。你慢慢嘅，你別使一下煲上煲本嚟就。對，可以把手煲啊。你一下煲白條滷啦，是未透個仔先。當值等住。白條滷咧，特別去到你白條滷係咩意思？白條咩意思？你是直接發燒呀？白條滷會更加健康咯。哦。OK，所以我成個是當叫你是成個你 weak 啦，你成個你成個點破病，你無力，你看到是。靈啊，對唔對？有特別食煲就是較重要。大媽，咁你講嘅咯，係你講過咩啊？你講過咩啊？你講咩？你講以靈嘅句啊？你講嘅一句。
攬對攬，你攬是你食包，就你產夠數水，數都未掉啦數。攬產，就講你做你點幾精家己啊？家己點啊？你食你包到啲路，因為你攬。你在攬是意思是係咪？就是講你點泡飯是攬呀？會使講本啦，會使講本啦。點條金咪是攬？條金啊，淡薄攬無精神啦，你看冇 strong 啦，冇力啦，冇用啦，冇用。對。結時 ，OK， 我解就係結時是個是抓咧，腦抓你痛。北，你腦痛啦，北嚟抓啦，崩西筋科啦，佢就係洗啊，頭殼痛，頭痛啦，即係物件啦，因為你冇 OK 就唔嘅，你冇搞困。冇交佢諗咗啊嚇！咱人做嘛，咱要啉只汽水嘛對。但是咱鬼頭嘅時候講，我當時我幾若暝我丟，我食tension，我食禮拜啊，我半工啊，了 tension 啊，累未收啦，下面物件啦，咁了，你未困嘛，你人就做咧。你嚟再變咧學見對啊！所以北嚟做，變咧學見就係零嘅。食啊！我知，人小做食啊！你就講食沙。你北嚟做啊，北嚟做，你淡薄冷啊，淡薄烘你感覺就胃寒呀。對。對，因為你淡薄胃寒，你唔是講誒我冷啊，唔是，你北嚟做咧就。哦，食個啦發燒時，可能發燒時都所以喺暫時咧，你就去食到啲淡薄冷咯。哦。你去搏即食淡薄冷物件咯。生是 dry， 生是 dry。你講到你聽到，生是 dry 啊。美國人嘅事咧，我唔知英國人啊，美國人是無關嘅。生是 dry 講。對，美國人是無，如果生就是冷嘅。不，意思 ice is heaty。ice 是水啦，你別講冷水。ice is 水。特別。OK， 英國對我冇你咁嘅。來。人做是你發燒時啊，你食生角冷水會較好嘅。有啦。會較好啊。lower temperature 唔係？你看，吉娜，你別使可以人發熱小姐，較少個10歲啊，伊人若是發熱小姐，伊人會相對腦。對。準。準，伊人會準咧，所以我做工啲陸軍嘅時，做吉娜陸軍嘅時，伊人若是來啊，人可以人paracetamol 嘅 aspirin，伊會發熱若是白落，白貼ice。你冇喺裏邊，你喺外口。對，你係 ice 一碗醬嘅，你可以啉成水哦。哦，我可以啉成水喎，喺你鼻聽啦，個等人鼻槍啊，你鼻掉槍。即係你在啉水或者冷生。特別講，發燒掉都可以啉冷水啊。ice water。ice water。是啊，未啊，那個等人槍啊。你愛做伊身軀會熱較冷淡薄。對。所以你係啉生角水啊。你可以冷伊冷水熱起來邊嘛做。lower temperature internal temperature 冷起啊。冇人會準咧哦。特別嚇，我是準是因為一做還是準嚇。我是 febrile convulsion 啦。冇即係 overheating。這都是咱要了解，要聽英國中講嘅。英國中講就會啉，應該是咱正講嘅嘛。我知，即係啲人會紅燒呢是無愛啉冷水嘅，未怪啦，特擺啦，我企咧，特隔離啲人叫熱水去啉嘅，啉熱。我係講特擺乜事啉熱水？特擺無影啦，你若是啉熱水，還是冷水是無蝦米事啦。就是講發燒啉冷水是無命啦。不要緊嘅，伊個刀卡，伊幫助你嘅裡面嘅熱氣。你temperature low啊？temperature 較低。你試驗，擺你發熱嘅時啊，你去啉冷水，你做好你嘅發熱較冷淡薄。你看你嘅身軀較好勢無？對，見個了較無痛。
特別 OK，所以當佢個人做嘅時是頭殼痛、發燒，聽，你順身骨痛，攝做啊，北嚟做，啉啤有啉啤，冷嘅啤。Call temperature 啊，白嚟少啲入邊物件啦。對，但係咱發燒啊，咱啉冷嘅啤嚟講 OK 嘛？應該係 OK 嘛 temperature？冇啦，買啉啤是哦 alcohol 係 dehydrate 嚕。啊，啉冷水啦，啉冷水 OK 啦。我知啊，這火車一單英國仲講好，一 stock up 一出。笑的是，我沒有，我只笑的是。好啊，你破病時，你你來使，你哇，特別高幹咗，因為同埋睇嗰陣時 alcohol it uses energy right 啊，係咪？所發我冇燒啉啤啦。發燒嘅時唔使啉酒。Western will apply ice. No, there are different conditions. Look at Muscle CBD tear or or sprain, they always use it. They never put ice. for the initial injury you put ice. So But they 赤糖講未？赤糖 The Chinese sincere. 係做哎呀，係咪物件講未？赤糖都講未？等陣攏傳出嚟就好。冇你講，你等人嘅，你講等人嘅先生，你那是腳筋，那是係咪一個特別係做那邊嘅？因為係唔是那邊係做啲國口嚇。國口，特別荷蘭啲人係 ice。我知咩水係做誒，一做。係 ice，แล้ว佢話แล้ว係做。哦，係咪水話做咩水都係做嘅咧？冇，แล้วลูกติดพิษยังเยอะสิอ่ะอีหวัดที่ไรมาสุดท้ายหอยอีจูหวัดอีจูเทียมา對，這個我了ไอ้解。หอยเบหวัดที่ไรแล้ว對。อูยังจะกวยแล้วสิอีเบหวัดสิมีก็แห่จั่วสิหอย circulation 會驚，啊會หอย 驚。หอย哦，嗰度這個我知，這 sport。成咗，這是 sport 嘅位，嚇這是 sport 嘅位。我講咱身體 sport 我知，然後我腳拗掉，我咪後會見到我下傷，佢哋我知。嚇。我講咱當時咱身體冷熱發燒嘅時，所以使食冷水啦，哦。會使我講會使。All this ointment which is menthol. 啊所以燒佢聽個詩啊嘛是燒咯特別係當人落官啊，有當時個叫你係迄個殺女啊，我殺女啊，嘅女嚟係呢邊女。誒叫臥車啦，我叫鬼啦，臥車。我唔是，我出單嘅時，人講出單係咩啊？出單冇我係咩啊？typhoid，哦雞蛋啊，typhoid。聽到是人講出單咯，你被夾入嘅女掃你聽啊，然後你個白開起來女裏面有一條毛誒，那是有毛，就是出單了。老闆聽過喲。係咪冇？你夾起來，唔是殺女，講你講唔對，唔是殺女，呢是比斜，唔是女。比斜，你掃夾水啊，成個要做過嘢啦。係我聽過女嘅。比斜，你掃啊，所以夾來你擼佢身軀，擼啊好，誒未必是垃圾嚟嗬，伊冇事，你擼佢身軀。你這講假咯，這講。你擼佢身軀啊是，你我係咪姐不做好啊？我阿媽不做。啊，是哦，你成個發燒時，伊夾比斜。你講是被索起來嚟抓起對。伊講索了是，因為你知咩事？人嘅鼻啊，人成日冇不得是住啊，伊鼻掉咧是100本啊，掉來賠100，所以伊做咧是較 comfortable 咯。你索咧是，如果夾起來做桂魚，嗰隻個鹹嘅桂魚啊。bruise, you know. 佢嚼嘅。個桂魚就個鹹嘅。You know, I've read of cases where they're cupping too much, huh? 嚇 It causes it causes hemorrhaging. What do you call it? Muscle breakdown. And the proteins in the muscle breakdown cause renal failure. So I've seen cases where people with renal failure. 係你係咩？吸冰係咩嘢啦？吸冰是啥咧？用一個玻璃嘅凹。嚇，你係海裡面咧嗬？
掂開，แล้ว伊開咪是做伊烘出啦，伊烘出你是擼下啲擼配咪是熟起來邊啲啊，咁邊啦，所以伊嘅意思是擼要熟起來，咁了擼剁，熟咁了擼剁，咁了擼平熟起來啦邊啦，冇邏輯啊，少嘅啦。我把你再無，你那是一條香嘅哦，嚇，你條啊，就講 Bruce，我車啊，你係我車，我只講我即係車堂聽，我做緊啲你個腦先啊，我有捌看到人啊，做到即係夾邊誒隻啊，一條伊個 kid muscle breakdown 是what's the word for it？ 我未記啊。伊個 muscle breakdown，所以 muscle protein 入去伊個肉質啊，做 renal failure， 做伊個肉質係伊什麼伊做 dialysis 啊 ？Oh my god！ 伊是做個伊個成個伊白線去啊，裏面。dialysis 人哦，成個老人啊，老人。兩年3年。揸兩年係點到啲新加坡就嚟機神嘅都知啊！啊，咪機嗰時吸冰做嗰條相，特別死去。哦，啊，係嘅。If you do too much，當年新加坡有一個係咧 DCM 咯嘛，就係咯 D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嚟嘅啦。你做一個吸冰啊嘛，我對住啊。你全部做估個 lab 死去都就哦，伊 M 你猜 DCM 啦。And because they can't move。แล้วน่ะสิ講人做了被做可以零安怎做 ？Starts to break down。And if enough muscle break。食咩？我講嘛，水蔗，你食水蔗到一對加快零啊！食啉椰水，啉椰嚇，我是個啉椰水啊，แล้ว你กุลิ่งแต่咯กุลิ่งแต่แล้ว平常時桂枝係咪？我使甘蔗做，簽我嘅甘蔗簽，係咪瓜？甘蔗啊？甘蔗。蘋果。誒，點解講甘蔗？嚇。嚟啊！我你赤肯講我聽下甘蔗。甘蔗咯，甘蔗，即係新正時候，新正就是咱講這話題就是咱啦，新正貴啊，佢就是熱誒，而咱只只這咧貴會補誒貴啊，土豆貴啊，比貴個白啊，嗰啲熱咧個食甘個熱嘛，你放嘅西咪是暖暖，你看就熱惡食咯。英國中你講熱熱，你咪熱有隻甘咪熱，你咪踢嘢你白白誒摸出嚟啦。哦，你講啦，我看到từng人食嘢白白誒。我看你跟他細佬唔是定人啊？一隻一白白，佢了一白白，白起來了一隻去哦。我冇看過。啊，嗰時買隻啊，一邊熱咯。我隻誒。แล้ว白透冰咁好似係。透冰。我靠 ！Actually，食本是好類傾。吉利哦。Fiber。係你是咩？記咩 EB 哦？記咩巴哩？透明白白。記咩巴哩？有啦 ，fiber 嚇。fiber。記咩巴哩？只啱你嘅是做啊？講記咩巴哩是這個是做？你可以每一定人是真話。冇，你看你食 fresh 嘅，還是食成都嘅咯？切，唔係成都 ，of course 就 fresh 啦。fresh OK 啦。我哋是特擺攏個 EB 是零嘅嘛 ，EB 是零。冇同。但係都買雞咩紅。哦。有時候冷咗。特別我是個隻零嘅，我是個隻係。你隻手尾啦，你隻手尾啦，咩咯？我是個隻巴黎冰櫃巴黎抓。很自古，你可以女啊，但係女啊，呢個係啲冷喎。已經係諗拍大嘅。係咪諗拍大啊？哦，你隻咧諗拍大，嘅咩女？啊，對，我不聽佢本。等陣，英國中隻嘅咩女諗拍大咧咩？冇呀啦。啊，我聽到講你啊。
我陪你那是有呢，我是講聽，我自古以前一驚伊諗下大，做路可以殺，因為伊個個伊回路，這是假咩？誒，我講你聽，只雞咩諗下大咩諗下一股。多是咯，我那是講我諗下習慣啦，大粒啊，那是講就我特擺是煮，我特擺煮啊個八粒嘅女咗只，แล้ว我那隻我就知啊。我嘛想特擺食假咩？你殺女嘅。哇，那是呢，我就個 trolley 特別踩，我卡底特別我塗掉，好掉一個咧 trolley。哇！你等佢哋你食咗啊？股諗下咧。係啦，我嗱出嚟就我那曉就活死曉喂。把你入去 ICU。你講問到 logic， John 你講 logic 咯，你講嘅咩女？人做嘅幾那日攏咪是食。特別冇，特別講，一是殺嘅女，特別是殺。啊，你殺你啦。啊，我你殺食嘅。老公講別就別啊 ，OK。特別我當今日用 pressure cooker 殺女啊，梗係方便嘅。好，諗下冇，個諗下個水水啊。嗱我講你聽真係啦，得就話地就咱去鋪落的。你知咩是 pressure cooker 誒諗pressure cooker 諗下 pressure cooker 殺女啊。係咪 pressure cooker 啊？有諗下。pressure cooker 諗 pressure cooker 係pressure cooker 殺女。你知人那是講你買真正青嘅女哈，青嘅女。青，即係青嘅女哈，你把你基本冇個生出來長灰，然後佢你越殺，伊真正派白咯，知唔知？伊 because 伊部 Apple 個，伊只派白，所以我當今點教我係當數，伊家己厝設計啊，所以伊女我特大家伊買是伊把你個翹起來啊，爭一日兩日把你個翹嘅女，所以真正青咯，然後就好食，你家來做咧湯女真正好食啊嘛，伊你 because 伊無色嘅呢，你伊只青咧伊青，真正啱嘅是無？伊嘅 free range 是 free range 只行，然後個有伊度一次伊個那次伊只 organic 嘅物件嘅。所以伊講伊直接好啦，特別穩定嘅時候，咪你只伊味素咧，較濟味過伊嘅內錢啊，較濟味素過伊嘅，人平時買嘅內啦。對。嚇，小曉我特大概買嘅是一兩日兩攞嘅內，所以我若是我家己平常時用殺嚟講呢，我夾尖吐，人講夾尖吐伊坑啊，上面物件啦，所以伊較用白。本是看個白啊，黐嘅內。我那是用 pressure cook 咧，伊出來是啊，伊嘅女伊規卡安尼只 encroach 就咁樣錄出嚟喎。I think 是伊 pressurize 嘅時候，伊做伊嘅伊擠嘅 pressure 咧是 maybe 伊做伊嘅女甲伊嘅卡誒 membrane separate 咗。separate 其他。所以我特別 pressure cooker 我就是特別煮成個八粒我殺，即八粒嘅女咗隻。好我呢邊做可以卡 impact 呢，我伊。殺咗時，我拿咪冷水，單隻可以 shock 你冷氣，一叫啫。黐嘅女本是上，只有硬白，你攬啲冷水，冷嘅水。你使係 ice bath 不如使啦，你使係浸生。生我是係咪下？你下一時你女個未食，我只冇個只上色嘅殺女，湯女殺女。hello。我是個只入面一個淡薄女，淡薄老。女轉淡。哇，這要了 ，OK。我問你，應該阿婆這個阿輝車，你是個只誒殺女啦，你是個只入面大咧，還是淡薄淡淡冇？淡啦，咪食個了。食嘅咧，成混混都冇食啊！嗬，冇食。你做嘅你食，你是成個人食湯硬嘅女食。人講你嘛，我邊有講阿冇特別，特來是你溫泉蛋啊，溫泉蛋。溫泉係咩啊 ？Hot spring。我啦就是講印度人啊，伊冇食嘅咧。我食成個日本奶咯，日本奶。溫泉蛋啊，拉麵嘅裏面。對。係你啊，客話燒都冇食。你咪燒咯，冇食個隻呢啊！哎呦！我是個只咯，喲！你冇食個只湯女咩？
湯類你個只，拍絲我都冇食。湯類都冇只。有，你知古邦啊，有一打古邦都愛特別食福建麵啫，一晒內啊，都是安尼款嘅內嘅啫。哦，好，了一福建麵啊，諗去了。伊內啊，哇夠啊好食！伊南面個成個個有個會煮豆腐。對，咁好食呢！你豌豆腐。你南面內白，你內子呢？那是變做混血就了嚟呢。啊對，啊你個咧食個咧都冇好食啦。誒，佢個絲就係咩啊？我講我自別得閒嘅是人嘅殺內，伊個南面個哦斜開。誒，等陣，講到內啊，攏不食過咧，關啦，為了咩事啊？一種嘅，伊要補出來雞，差唔多要寫雞，可能係。哦，唔是啦，菲律賓咩？越南冇食過嘛？哦，內冇，攏不食過哦。巴律，我唔食，我唔巴律啦。嚇，菲律賓嗰個巴律啦。你家姐咩？我唔家姐，特別我朋友，伊唔是雞啊，巴律是鴨嚟，鴨內。伊學你fertilize 伊安尼已經有伊安。邊咧吞 order 就有吞 order 就吞食就。這邊嘛有，邊個嘛有？你邊冇啊？有，你睇邊把落去咧Filipino 嘅 supermarket Asian supermarket 就睇邊啊？你愛食你冇 try？我唔敢 try 喎，我看未過。鹽還是味素啊？物件都會啊。以前你看我朋友菲律賓嘅朋友，我菲律賓嘅朋友講。伊講是上加真正 concentrate 嘅鴨湯雞湯嘅，你白開起來啊嗬！我這邊我去 buffet，我食菲律賓都 buffet 啊，有誒一櫃 tray 掉，所以唔是有毛味，有毛，你按照食啊？你食一女呢？呢？食都冇食一部有雞毛你食咩？有女呢，隻薄薄吞呢，特別。我未得閒，我就是未，我就是看到伊有毛咧嗬，佢看到伊規隻哈，我未得閒，你佢看到伊骹伊喙咁樣看到誒。啊，你喙你食咩？伊女呢，伊係女白女骨呢，可能。我未關事，人哋人無關事食，算啦。我細漢只個大漢我都 OK，我是特別嚇。直接啦，咱人卡起來啦，แล้ว啊切食。我真係你10句聽到5句，我冇聽到你講咩？你聲對。個對咩？嚇，苦我當佢。嚇講。你睇到？嚇講。是講啊，直接是往 blindfold 啦，白你把手起來。嚇。咪教你講只係咪啦？嚇。just 你食你講。講。你是講似我只巴律，還是似我只 anything？似你只巴律。巴律。但是講你咪教我講咧，好啦，我看唔到咪食。我看未到，我有可能會食。哦，你講講我是我未過，我目睭看了，伊有毛，你看了有伊規隻鳥嘅面，你看啊，對，啲內面我未看過。即係講啊，你但是講伊講嘅物件啦，伊什麼海參看啊，你看目睭我咪食。海參都冇食咩？冇會食，特別特別講你巴律啦。巴律可能我未食嘛，特別你看目睭咧啊，แล้ว阿準講嘅物件，實講阿睇你 QQ 啦，女嘅，那會食嘛？成日就我成個係ซ้อม你看啦。特別你看到。我冇講啦，哦，咱嘅 brain 啊是甲咱講啊，即係未食。對。我朋友食係啥物？伊食啊，特別伊淡薄。伊開始是食抓，伊三不飛，伊個三個，伊角伊頂面，伊白伊殼，春揼一坑，你看呐，你度啉伊湯，伊成個伊裡面有 juice 咋，你啉伊湯，伊湯就是雞湯嚟講，了伊湯呢度，你問我。伊無係飲喎，伊是直接伊講。有人有，伊有一種嘅食個味素粉嘅物件，แล้ว有冇滲入去裡面？係滲入去食。哦，你邊度愛鹹咪鹹唔要緊啊？一樣鹹。OK，即係講啊，你特別落香港啊，我夾一個螺你食啦。你唔知係咩特別，你咪關你你照食。特別你再講你是，例如我 friend 捌去中國是捌食過，伊螺樣食。搞誒。嚇！一入去，一去到嗰時入去入邊啦，一冷嘅嗰時尿個狗。Oh my god！我買我考嘅話係。
我講到聽啊你，都唔制嘛，都唔制我去嘛，中國你教唔知只就 OK 咯，我咪對特我都唔制別吹。想咯，就是想個大媽一 question 咯，你唔制，你食 OK。但係都就係講，即係鳥還是狗都食咯咩？攞試咗閃只咪落，我閃，未喎，我未，我嘛未，我嘛未。是，對，我本未，我特別我冇咩 adventurous 嘅講聽啊，嚇我翁就好就係，嚇，一家不隻食物件，Try 不食物件，有一 try 咯。嚇，我若是唔捌食，我有食真濟物件，because 我細漢有食起來啦，嚇，對。咱關事嘅數，特別若是你叫我食隻鮮嘅物件。嚇，伊我唔知是蝦米來，我無 try，我若是知是蝦米，若是講是雞肉蝦米個了嚇，特別煮 in a different way 我食。嚇，特別特別若是你叫我一隻糖啊，炒我就無食啦。你講 rabbit，我無食。我未食，你我無食。未食，我未食佢。我細漢嘅時，你隻個機，你想吐嘅。唔是，我夾咗，我是夾咗。我細漢嘅時啊，我媽飼 rabbit 嚟都咋？哦，那我媽飼 rabbit 唔是嚟 expect 死就嚇，嚟食嘅嚟睇嘅。哦，啊，古早啊！你路椒我，細漢嘅時唔知 ，OK？然後特登食細漢咯，然後人煮，你卡你盤你咪就食咯對。對。一到嘅時候，我去開掉，特登啲我有6歲啊7歲啊未記啊，我去獻掉3把湯。哦，咪講，嚇，然後我看到佢哋講人，我未。你看到後面物件？佢哋講人睇啊，skin 佢哋台啊，有。嚇，我看到我講啊，成個笑人啊，你 OK？你看到伊拖是配啊？哎冇啦，咪個了。OK。誒，我咪笑打，你我咪去換衫，咪出門啊！我驚啊！落陽。但我人掉地就是講只話對就是要鬥卡手咯，人哋冇你計時啦，你俾出去啦。啊！誒，你嘅 T-shirt 有別呢？我哋寫我用咧就打 double 別。我係特別別。哦，你 double 別啊？你寫咗追寫哦？我用雙嘅追寫。哦，我係個冇別話 ，maybe because 我攞掉數。唔要緊，攞別嚟啦。佢在邊？佢在邊？OK，感謝各位聽眾。嘅條長啊，攏在一起啊，攏三別嘅，攏家長講，伊上到啲線條咯。係，攏去吹回家咁樣玩。你吹回車真係酷嘅喎，用回車仔哦。哦，回家慢慢行數，當然快啊，當然新嘅電嘅快啊。OK， 感謝這禮拜聽眾啊，嚟甲我人講只領只咗，講個唔知，落講個點半鐘去啊。若是攏不再講接物件做接物件領嘅，攏對去每等人先生，還是去拍電話回車。每每個掉啊！每個掉是冇，應該掉係只應嘅，應該掉是 creamy 嘅物件咧，就 rich 物件都是 dry。上年有魚嘅物件。了，伊講半是深嘅 neutral 嚟嘅。小是邊嚟？小。哦。就是但媽咪講，I think 零嘅，你是食零嘅。巴黎爽，成個巴黎嘛？爽巴黎小是我叫佢情液，正液卡 scientific 啊，講。小人啊。叫雞對啦，雞嘛，雞啊。雞就是講你攬嘅時，你滾雞嚟食，飽啦。冇人講啦。你乜食佢雞個？雞什麼嚟唔係 ？essence 啦，chicken essence 咯。你食雞精可能，特別點啦，點雞你有點喎？點啊！點啊？點雞噶？點啊！曉。你未食？ Are you sure 你曉？我曉啦，點咪是你叫只煮 double boiler 呢？到底你 bain marie 呢看？唔是點啊咧？唔是，你就係一個碗，就把你伊。
我別胡啦，咁樣講，特別你兩隻，特別你要累係啲嘢，我定管，我錄去 steamy double boil 啦。哦，你唔是講嘅點樣你記了正了嘅？嘅，上個了落嚟。一夾，即哎，係手都對手指尾那邊。哦，所以錄緊啊，隻嘢係你要，係你要啊？係你咪是 chicken stock 咯？冇啦，你冇嘅水罐呢？ chicken essence。你冇嘅水罐呢？啊，只能 concentrate 啊，冇參到水嘅。你要你用你罐咯，人嘅 instant pot。誒，啊，這邊。普通的嘢啊。Instant pot 那個你講真好用嘅，或者啦做 instant pot episode 我寫起嚟，你話俾仔有開始 recipe。OK，但係我俾仔今時我哋特別嘅，呢度是到啲英國嘅為加工啦，了鄧郎先生咯，意思了是個有英國嗰邊嘅先生嘛嚇，加工先生嘛，了個有倫講嘅阿莫老官嚇，英國中加茶糖，因佢走遠咯，佢康康嘅真走遠我咯。因為係你是真咩？係嘅真又係咯，แล้วก็我跟你講拜拜，英國中拜拜，แล้ว個茶糖拜拜，拜茶糖。OK，แล้วก็開車，感謝各位聽眾。英國中只會啊，英國中不多你。未來？你話你食飽啦？你食個你不多你大了知道？我冇大粒啊！冇啦，伊 angle 啦，angle 啦，你話你個食飽？一幫跨起啊，不多你大了。冇啦，OK 啦。你 camera angle 嘅，camera 到69啦，你就俾到43啦。冇啦，你一頂你搖起來就是跨一個跨啦。你靠大頭嘅冇咧。有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攞那是介紹自己新加坡啊，好嚇，琴日去食淡薄雞尾巴哩啊，有拜。雞尾巴。新加坡都冇做過。雞尾巴哩上面，你在雞尾巴哩上面是喎。應該點？但係人講小嘛，你講隻小咪是雞尾巴哩哦，人講。所以鬆鬆嘅，唔係 fresh 嘅。我雞尾巴哩是真係叫雞尾巴哩，你結黏黏去，佢叫做雞尾巴哩。你做可以結嘛？你嘅結嘛？你煮清清。冇，你 try 煮，你煮咧後，你浸到啲，一邊浸到啲兩邊嘅嘢嗬。你有時雞尾個嘢是一邊做黏黏，不冷啲冷啲，就是變做是叫做雞尾巴哩，意思就是。我明白，你講緊啲詞。OK， so 那是我介紹小作嚟講嚟，先就雞尾巴哩，你個領帶，唔知裝那是裝在講，你雞尾巴哩是領人再講隻啊，個 message，bye。